自日本时代起的新竹水道接水口，高达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当初是提供大新竹地区主要的用水系统。在民国108年的时，有成立新竹水道储水口的电视馆，内底有保存真侪过去使用过的机械。最近嘛举办体验活动，要提醒民众、提醒乡亲，在生活中就爱珍惜水资源。我们有私人凿的井水，有公家挖的井，但是合乎卫生大概只有13%而已。透过导览讲起过去日本时代新竹地区拢是以乌井来提供民众用水，后来因为卫生问题，才在1929年成立新竹水道，提供当初时大新竹地区3万人口使用。后尾去宝山净水厂参抽水站了后，新竹水道则摕落来变电视馆，予民众参观。可以亲近的看到我们台湾的水资源，或者是新竹的水文，它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包括现在孩子其实很难得知道，就是现在的水在过去是历经了什么样的过程，净水才配到各户人家里头去。1929年，也就是昭和4年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新建完成了。那当时呢，是作为我们日治时期是作为新竹街都市的供水系统。然后一直到后来宝山的净水厂跟新竹第4抽水站新建以后呢，相关设施在1981年的时候停止使用。电视馆内面会当看到过去使用过的水管、抽水、泵等等机械。另外，最近嘛举办特色展览，现场除了互动游戏以外，民众可以使透过 AR 技术来了解新竹水道过去的运作方式。就是一个是天车，再来就是那个取水口要怎么取水。新竹水道的取水由哪里去？然后我们可以分作台湾的水、家庭的水、人体的水跟城市的水，还有我们取水口的水。每一个人如果有节约能源的观念的话，这个水就会源源不绝。透过展览，文化局希望让民众知影过去新竹地区水资源的演变。也希望提醒民众爱珍惜水资源，了解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